结果伊的朋友先出来门开出来，落车呢，马上穿乌衫的人来讲到老血流滴，啊，迄人就较紧个入去的，当1点钟较离开迄个现场。啊，所以迄个纪录片用红色的来表示是真正确的，唔定侮辱尔，而且有即个身体的即个威胁啊。这我来莫讲啊。咱来讲上届尾啊，这篇文章2012年啊，伊做一个足详细的研究，这个家庭杀甲机械翻灭。食了1年以后呢，伊这个鸟鼠啊，这个器官，就是讲伊这个内脏啦吼，伊的内脏腰子啦，还是这个心脏，还是对胆哦，拢开始有无正常的所在出来。所以这是这个动力学的这个研究。但是伊这个研究的过程呢，伊意外发现到讲，这个鸟鼠啊，介生嘛开始1年了后，这个肿瘤。瘤会生出来，啊，伊唔敢，伊无去做研究，所以伊唔敢讲这是迄个癌症啊，但是这个肿瘤哦，足明显嘛。啊，这个画面呢，全世界的这个主要的报纸拢有刊，包括咱台湾嘛，过来的报纸拢有刊。你甲想看觅，名山都看到这会气甲不跳的，绝对的嘛。这对影响真大，所以的马上伊的盟军就来啊。盟军就来啊，但是盟军来以后呢，而且伊这是2012年9月22哦，伊发表出来哦，结果9月26到9月28呢，就发现讲名山岛甲这个期刊的主编密切的这个电子批底下的往来，讲什么话呢？这个。主编就甲因讲，我即马看到的拢是迄个拢是这个媒体啦吼，也是这个面册啦，也是部落格啦吼，这个物件我无法度通用，你得爱摕我较具体的物件，我较有法度通用哦。这是这个主编甲伊讲的。啊，伊安那回呢？回讲我会当找到14国。25个科学家写批来互你，这种看会见，结果有无？马上有。2013年3月，迄期啦吼，迄本这个杂志呢，全部拢在看这个在写批，哦，这个主编内底大部分拢是咧批评迄篇文章，替迄篇文章讲话无几个。无几个吼，啊，包括25个内底，其中嘛有一篇伫遮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个学术上，你要讲特销啥物，你得爱你要讲批评，你得爱互人原作者去写文章去来反映嘛。所以迄本期刊呢，伫迄期内底，伊嘛是上个尾啊，有互这个塞拉利尼这个学者呢，因这个团队呢写一篇长的文章。但所有差不多有15个这个质疑吼，这个问题一个甲回答，啊，算做回答啊真好啦吼，所以应该是无问题哦。但是因为迄个时阵来一个副主编，迄个副主编拄好是名山岛的人嘛，所以来无偌久呢，11月28号，伊就这个期刊呢，就讲伊要甲撤销这个论文。啊，撤销的理由一个足趣味的，就是讲伊这个伊的结果无确定，无定论就对啦。啊，无定论的意思就是讲，啊，你讲这个有肿瘤，有这个瘤产生，但是你的证据无充分，所以你无确定，所以我就甲伊撤销。但是问题是，俺若了解这个学术的人，拢知影讲，真侪文章拢嘛是无确定的啊。像我咧写文章，我嘛拢写讲，我有啥物发现，但是为什么会安呢？还是讲有啥物其他原因？这还阁继续进一步研究。啊，这一般文章安尼写嘛，大家嘛拢无确定嘛。啊，但是伊就用无确定的这个理由，但伊撤销去。啊，这个撤销去呢，当然伊就真不满啦。
所以伊就过一年，2014年4月18号，伫同款这个期间呢，伊就写一篇文章，好佳在要登啦。伊这个文章讲，我这篇文章呢，虽然着这个生流呢，这是无确定无毋对，但是这毋是我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目标。我这篇论文是咧做毒理学的研究，这个毒理学的研究呢是有定论的，是确定的哦，确定的哦。啊，但是呢，无确定的物件，其实按这个期刊内底，几大篇文章拢嘛无确定啊。啊，为什么人无确定的，你会当互登，无甲剔出，无甲撤销？啊，我这篇我就要甲它撤销，相同的标准嘛，哦。啊，所以这真正喙被陷落去吼，啊，这篇这个论文当然的。伊个讲法就袂当相信啦吼，所以到尾啊，过2个月呢，另外一个期刊就看袂落去。啊，你这个文章就拢真正常啊，啊，所以就专门全部文章无改哦，佮甲重新甲伊这个顶出来安尼。啊，这就是这个我回答作物影学学会协会的这个内容，我就是安尼甲写出来哦，所以我到尾啊，用这个来做一个结论。2016年有一本足建高的这个册出来，这个册就是咧写基因改造这个企业种种的这个做的歹代志，变造的基因扭曲的真相哦。啊，这个Zen Goodall， 这个按台湾10几届的这个学者呢，伊就替伊写一个文章讲。这个作家安尼写呢，这本册是人类50年以来上界重要的一本册。哦，这个作家应该勇气，这样勇气应该得到诺贝尔奖。哦，我以上的报告到这，多谢。